本人讲系从苏志祥嘅星座关系，出山轨道鲜草屯草莓，几只嘅天使屯体型，改适合农产品生长。很多年来，这些嘅关系，还有后生农民研发出引来引导嘅新产业，其中仅有规模千多人地咧，如系几多人好食嘅토마토，更加几只嘅几多观光果园，品种还有40种国家。参加凌晨前卫，如带我哋去看关系嘅토마토生涯发展。老一岛台湾客家种强弱连接台三线嘅关系近，因为爱山嘅一岛山高多变，看下过去就本人有一种自然嘅感觉，尤其温土气候协调下。关系亦只有唔会难嘅天然环境，甚至动作以前就本喊做冲秀之乡。和好国老爱山呢，今年嘅关系，又因为当年春天都会猛然掉人，带来大量嘅水汽，就非常适合种仙草，尤其到秋天。当早嘅天气，韩国出名嘅九降风，喺那变做仙草摘果以后天然嘅吹走空气，所以呢位生产嘅仙草系全国第多，产量占咧8项以上。另外，呢2年来关系最本分养嘅，做得讲就系引起东哥，呢啲在家方方看起当好食嘅铁山草莓。尤其交通利便，有选观光路线，对台湾除了苗栗台府，呢位嘅草莓发展应该算系最好。虽然已经有加入重要铁山，不过环境优良嘅关系，并冇按样就此慢。呢几年因为讲究养生空前，面前呢条风荡荡嘅토마토也变成最新嘅发展中农产。一盘一盘酱酱嘅果子，就算食老容啊，都冇乜嘅強壯。不過看清楚啲，呢條正經都係本地出產嘅刺토마토。因為咧去年來嚇按關係嚇，有小部分咧後生嘅開始種토마토種到甚至當好呢，當好冇咩叫啥事，搬開嚟自家開一家小小的農場。長咧關係目前嚟講，差唔多有10個嘅後生人哋做，睇咗個面積差唔多要嗌估算要差唔多8公頃，冇上10公頃。因為咧番茄토마토嘅一個行情嘅價值係偏穩啊嚇。那我們桃陽番茄皮包虎肉細汁多茄紅素高的番茄哦，來客來賓都可以到櫃台來試吃品嚐看一看哦。就因為品質唔係難，國家品種當多，特別2年就有算唔係千嘅遊客，單講來到關係。知名愛食토마토摘토마토，可能有人會知道토마토並唔係當罕見嘅東西，因為對關係變做一種觀光特產，人人其實就係創意。哦，那这个红萝卜哦，不是红萝卜，这个是番茄，这个是来自我们罗马国家的番茄。所以世界各国的番茄不是都只有圆的哦，哦有长的哦，这个长椭圆形的哦，那有那个圆的啊，那什么形状通通都有哈，庆神期哦。那像主要像有这个欧洲品系的这样整串，像红樱桃一样，哇，这个让人家垂涎欲滴哦，又红又漂亮的这个欧洲引进的叫串收整串采收的番茄，那有连非洲的番茄我们都有哦，非洲的黑番茄，那也有这个以色列的番茄，那也有荷兰的番茄，世界各国的番茄都在我们关西。將簡單普通嘅토마토從前到國家認證，變成眾多嘅種類選擇，唔但將色有黃、黃、綠、咖啡，甚至係五色兩條。外顯也有從葡萄強壯嘅傳授토마토，從天主嘅強壯嘅天主嘅토마토，另外從起子果토마토、檸檬토마토，或者係甜椒토마토兩條。
来自日本、荷兰、意大利、法国，甚至非洲、南美洲世界各国品种，都让托马多变到唔单只係一種農產，天然社內民眾上愛買。大部分台灣托馬多是買來就是做菜下多炒卵啊、煮湯啊，按照蔬菜用。啊，你係托馬多世界啱叫托馬多按照托馬多做啲按照一食飽當做水果食啊。唔係講睇過是煮菜甜甜，所以講你係品種就呢多所以講，即係價錢會下高。原單是係好種托馬多，是因為消費者建議，還有農民自家3萬案發，一下關係嘅托馬多品種已經超過40種，差唔多係台灣最多品種嘅地區。喺安多托馬多，除了帶來升級之後嘅經濟效益，相對也提供了青島人重新認識托馬多，不論應用價值。也係世界風險。一般呢，看到這強的唔敢吃哦，想說這強的吼唔好吃啊，吃起來這樣輕輕的，怎麼會好吃啊？啱哦，唔好吃。現在這個青的番茄哦，其實哦要打破另外一種思維，就是它這個葉酸很高。那這葉酸不會酸哦，這個葉酸對我們腦部的發育哦，細胞再生真的很好。這個番茄要怎麼吃得到它的茄紅素？哦，那很多人吃番茄都會把皮剝掉再吃，哦，這個是不正確的，要連皮果肉一起吃，番茄的茄紅素才吃得到。種類很多種類托馬多，又有各式各樣應用，難怪會有很多遊客對關係托馬多很有興趣。日本也超圈大細細，一下有差唔多10公頃嘅地，點解種托馬多？都達到實際嘅托馬多軟度，農民盡力嘅生意檢查順路，對了幾年來當熱門嘅農產品，記得照顧起來，做得講係非常生意。就講一下冇注意，小心就會受到影響。你下是講下古嘅時咧，就講氣颱風啦、熱透辣啊，就講風而吹，偏你天上面要吹天上咯，這個你哋。天熱，也做我們的天濕，也做我們的這種周身打走的露水和天蟲，蟲啊天上個吹啊，這種的是還正常的啦。不正常是這種的，一般來講是造假的啦，這種的葉子是還造黑啦，是吧？看來每難種嘅托馬多，其實愛種好並冇按規則，尤其愛用照顧都愛生意，不論係溫度也係平常害。江浪，你啲東西水不能做高下來呀。你莫講比靠風靠多啊，你啲水啊酸水調高，你啊酸水調高，靠嘅你啲托馬多入不來，靠熟嘅。啊，你種係是看那些，你種係入不就話還漿，啊一般的風靠多，你是還皺皮啊，皮從你種係皺嘅皮啊，哦，啊是講你就啊唔是講自家還注意到是講，唔係講被吹到按快落啦。都要種托馬多嘅時節，那托馬多種到種到不平啊！啱種嘅時節那托馬多種了2個月咯，全部鬼片全部電體去，冇是死體去，做到心動還是講，你托馬多很難種，上下種出來當漿每條樹會要烏體去，可能一隻東西可能落在你掹好掹小甜甜要快體去。日普通嘅東西，人難不應注意。像種出創意，很愛品質問題，該很難唔係是想求有。像作物進鋪唔好接上奶油嘅立體栽培，廣大平常可用嘅水缸染面，還有貼片用進口嘅高級奶油，都係罕見有用心嘅栽培技術。另外，個人度也是跳舞色，正鏘鏘噴水嘅水管。詳細看看冇強用嘅係，佢係用做太空沙方式，將包含配料在內嘅養分，透過磁同內糖注入暗面，甚至天然季節氣溫改變來調整配方，做得講非常先進。溫室地白度其實用啲人嘅電滴，但是那人唔是喜歡掉電滴，是都市人唔一樣。你按種托馬多、種甜椒、種其他嘅作物來講全部做得用啲按配水本佢用電滴嘅方式去灌溉，
安尼幾號佢當日時間到2點鐘，咧托馬多是水是配，要刺痛嘅咧開關，佢會固定時間到會送水送配俾上去。研發技術係一件事，不過有啲東西就係需要成本。從呢種托馬多溫室，其實都關係哪位都有。看下蘆筍嚟住搓一搓，用白色塑膠布圍起來。目前當應用嘅農產溫室，雖然對農作物停收動態，不過成本壓力也唔會細。一托馬多地板應該冇辦法用塑膠布冚起來，地板應該就是買到cái紫菜那個托馬多貼過起來。所以講一單你一實皮來講硬體嘅，那體內再配個爛麼，個地板耐就真巧。韓國要按呢都刺痛法定水嘅啦，所以講呢冷冷達達水田嘅啦，嘛個全部加起來以分體來講300平差唔多100萬嘅投資。實際上是輕過一份體差唔多800萬，從幾多按照寫價吧，按提出去本幾多來看來實際佢係咪佢補助就差唔多100%啦，50%，幾多拿到，係沒有加稅加頭付吧，佢加就補助幾多負擔才強縮，所以按農會嘅工作是專門攞幾多寫呢個價吧，韓國幾多就嘛個平均要嘛問題，按照事情嗰兩種嘅專家攞佢解釋下，攞佢看係嘛個平均要咩預防。結合創意和技術，國家拿擺本錢，農產品也做得從單純變作更豐富。一下關係嘅托馬多唔單將上市又加入中，附加嘅產品也天天地研發出來，從非常罕見嘅托馬多鹹酸甜。托馬多除了生吃以外，還可以做很多的附加的這個產品那像我這個手上拿的這個番茄蜜餞這個番茄蜜餞慶蘭州做了許個那慶蟲要1個禮拜的時間1個禮拜到10天的時間。那這個是老蓬桶蜂蜜下去一起做去煉出來的。另外從托馬多進入茶具。托馬多蜂酒、料調都係挑擺冇談過嘅加工產品，係按多用先測，除了就得本農民加賺到錢，對地方觀光也有加分效果。大家嘅產業因為它的產期都冇重要嘛，你從呢托馬多嚟講是點下咩？其實都5年很久。從呢個草莓是到4年是差唔多睇嚟嘛，根本按到咧差唔多4月初，你茂谷是咪睇嚟啊？所以講按照係講關係嚟講，一家產業，如果係講輪流到一波一波的上來的話，對我們的觀光產業帶動這觀光客當然就還好，對關係真的產業產能名氣也會比較響亮啊。改變挑擺形象。一下行業關係，除了傳統大家地嘅草莓、鮮草，還有倆幾片，來自世界各地嘅溫室托馬多，還按多種類、按多色嘅托馬多，除了好食好看，從因啲合國強壯嘅大適合，日本世界嘅關係，又多了一種競爭力，又多了一隻做得實現嘅夢想。